劳工驾驶认证工作造成伤病甚至死亡，如有相关法令和保障伊人的权益。不过，同样是劳动者、农民啥无办事的职业灾害保险，发生意外也算灾害，唔单止无收入、无补偿，下180年爱复健，没无任何资源推能天数。平陆县政府认为，各种保险嘅职灾保障如果齐全，如像农业职灾无法度得到益处。系政策的结果，故所以能路先屯平陆县劳工职业灾害益处金此次条例给劳工两则司提小限，按你各种业别路抵用，当然未包括农民。因为希望中央有看到一个问题，大帮立法农民为韩国有保障，农业劳动环境为韩国出切。不过研究以来，农民嘅职业伤病无受到重视，没无相关嘅研究同统计资料。有答用哪一人能算农民呢？韩国是一大问题。无论哪摆法令我用来制定，也都如是爱心季节的困难。你本身是农保的人，麻烦你举手一下。农保哈，农保大概有一半是农保。然后你本身是在职业工会加保，你是劳保，但是你有在从事农业工作的，请举手。也占了一部分。照劳保条例第6条规定，劳工在人工有50以上嘅农场上班，尽管会参加劳保，主干农是私人从业者，也就得透过相关职业工会来报劳保，除非就职责给付。有6.6万人的这一个透过农事职业工会来参加这一个劳保的。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渔民。我们的渔民大概有28万，他们也是有参加这个劳保。这刚是劳动，这是不是劳动？对不？这都就是嘛是劳动。那你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原理，为什么只有劳工保险条例的部分有职业灾害保险？除系因为农保保障唔啦，就算保费合贵，当到农民还系选择保劳保。劳保的保障啊。还是你后背可能以后唔爱退休的时间，条件如果好啦。那在农保来讲的话，之所以不加入，是因为第一个保障的问题，就好比说有一些意外啦，意外一些福利制度的问题，可能没有像劳保那么健全。也就当到农民为难为购买商业保险。你除了刚刚讲的劳保、农保以外，你自己有去买商业保险，就是有人寿险的，你请举手一下。你看看，差不多要一半，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社会保险的机制不完整，不够。就是刚刚第一个跟大家。林德辉讲，在各项保险都有职灾保障嘅情形下，只有农业职灾得唔到跌宕为错，系政策就缺角嘅部分。偏度系农业大人，所以研究规划嚟研究，让政府嘅提卫生改变。老偏度人劳工专业灾害为促进此处条例，老劳工留着是哪体贵州偏度人专业灾害为促进此处条例，地中嘅对象包含农、林、渔牧等各项工业嘅工作者。职业安全卫生，也就是说，它扩及到所有从劳工的身份到所有适用人士、所有的工作者。那因此，我们也依照这样子治安法的精神，把它扩大适用到每一个行业。修改过后，人类地中对象对本单156300，抗态度太弱是1543，专业伤害大人，12日上为本3000个月，12日上本6000个月，训练状登记为本15000到25000个为促进，死亡者罚3万个月，让农保给付唔冲突，两者都强亮嘅度，希望来改善劳动环境，为海南族保障留下青年农民。伊个计划吼，清楚靠补助吼，迄个农民吼，加减吼有咧收入啦。除了15万3以外，还有另外一笔政府的德政啦吼。因为经济的支柱方迄个家庭生活都会出现困难啦，然后一段时间里边一些调养的时候，可以从多多少少补助一点生活上成熟一些。当然讲效果要做多耐，暂时还可以发去讲啦。不过讲政府来讲，伊迄愿意去统体部。当然，我相信对后生的还是对后辈在引来。
你来做务农的，也有保障。当然相信一定会进到这个领域的人，一定会够多的啦。事实上，它最主要的目标，我们也有更大的期许，希望我们中央能够看到所有基层劳动者的需求，那甚至来制定一个专法，或者是录一个新法，让我们所有这些所谓农民的劳动者，大家能够受到一个适当的保障。不过，全国运用的来做呢？第一个方向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农民的这个植栽可以纳入现在的这个劳保的这一个植栽？好，这是第一个方向。那第二个方向有没有可能像日本一样，就是针对一些从事农业劳动的这个农民，那他的这个容易发生植栽这个部分，然后让这些农民来参加植栽。那第三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农民单独来成立一个这个农业的植栽保险。劳动部两下当地嘅建议植栽保险法，不過保障對象冇勞農民加入來，點得會是係檢附時植栽法經過擴大地種對象，勞農民也算落來。我们会觉得应该要涵盖各行业。另外，当然我们对广大的农业工作者，我们更需要给他基本的一个社会保险的机制。第一个模式就是把它纳入的这一个植栽保险里面，那最大好处就是农民跟这个劳工他的保障程度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面对说，我们因为欠缺这个长期性的农民植栽的这个资料数据，所以我们这个保费的这个计算上可能会比较会有问题。以前过往在农保的资格，对，那你并进来要怎么去做一个采集，或者是现在其实农民的老年是用津贴的方式处理，那你在并进来的过程中，这些议题要不要一并去做思考？这可能牵涉到会比较广。對勞動部來講，最少理解就係會讓響到勞保制度勞催戶。以勞保來說的話，我現在被保險人總共有大概1028萬人左右。如果說今天我的被保險這麼多，那再加上也許我現在財務有一些問題的情況的前提下，那其他職域工作者他想要併入到我保險的系統，我可能會先思考說，第一個，他可能不能影響我既有被保險人的一個權益，就是他給付權益是不能受到影響，而且他可能也不能再讓我的財務增加負擔。香港照日本嘅方式，針對特定嘅農民立專法來保障。農委會認為好處係農民身份當確定，只在類型也下確定，保費會算下清楚。不過缺點係特定農民嘅定義係乜嘅，可能會有爭議。日本已經也針對從事機械工作者，然後農藥的噴霧者以及非常大的這個農場的經營者，已經有3項是屬於自願性可以加保的職業農民的植栽保險。那麼韓國在今年1月1號也正式實施農民的植栽保險，所以相對較鄰國甚至更遠的德國、丹麥，他們都有設置這樣的一個社會保險機制。農委會是係講，南擺農民進入栽培保險，會用先處盤在高立法嘅方式來做，等處盤要嚟提數據資料過後，再個提出農業進入栽培保險，再來立法。不過，林德輝認為係講用農政單位來做套，南擺為人田進入片為做爭議。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另外附加職業災害保險的話，是感覺是一個很快速直接的方式，但是對於農政單位要來主導整個植栽保險的事宜的時候，可能會有產生很多經驗的累積的問題。那因此我會比較建議在比較有經驗豐富的勞政體系裡頭，讓他們能夠統籌在融合農政單位的相關人員，來一起來協助跟辦理這樣的一個工作。今天農民他到底是自己的事故跌倒，還是在務農工作的時候跌倒，其實分不出來。對，那很多基礎資料沒有的情況下，你未來在做你的制度規劃的時候，它可能是你比較沒有辦法看出全貌，那你也比較不能知道說，這一些人他到底需求保障到底是在哪邊，這一群人到底有多少人，範圍在哪邊，然後再加上他的工作大致上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狀況。
农保一年虽纳78亿元，南北农民可能会纳很纳多嘅保费，来得到很纳多嘅保障。有农民讲，收入唔填貼嘅情形下，確實會增加負擔。不過也有農民講，希望為咗實際保障。現在因為是沒金錢的問題，是完全一個保障的問題。比如講，俺怕是發生乜意外啊，就一個保障啊。我哋咱農保呢，我哋嘛希望講個保障更好些啦。係。係講我一間拿合到錢嚟做的。可以啊，可以啊，因為農保本頭都辦人員嘛，啊，你講其他有更好嘅保障啊，等不可能本頭有一些老闆嘛會保意外險嘅啊，啊，你假使講有公嘅東西，我哋會納公嘅，係啊，會保公家啊。只要是一个完善的保障来讲的话，我们农民支付一些比例上面的一个保费，这样子来讲，我是觉得是合理的。南北無論農民實際保障為農業來處理，定到立法普施行為當久，不過受顧農民嘅空權定唔得，政策為推動，雙向嘅支付很難為做。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讲的，这个叫預防，因为坦白讲，我们不希望大家去領到這一筆後面的補償金。在以往所有這樣的宣導會的場所，大家談的都是補助。沒有人去談到預防健康，把它預防能夠建構做得好的話，那未來才有辦法讓他們自己在工作當中比較能夠安身立命。像說一些防護具的使用哦，就是口罩啊，哦，眼睛的太陽眼鏡哦，還有一些護具哦的一些使用。那如果說可以運用一些機具來協助他哦，避免說他的一些肌肉骨骼的一些受傷。基本嚟講，我係有安尼嘅設備來聽數人工嘅一條事情時間，除了顧及到效率，我哋又可以把他的辛勞度也可以降到一定的程度，或者是維持在那個，唔是講像以前可能做按辛苦，咪可以去保障他的一些工作上的安全啊。用手機嘅方式仲嚟200人挑選被告，再向창농地家族研擺為個草，填出為包悄悄做好豐富。而家天時節，輸出嘅天氣大嘛，咁我曬傷啊！我最基本嘅都一兩三副，咁我大家改啦，我不管講有塞頭啊，我彈起來啊，還是粗嘅種啊，幾兩三副安尼，就會學做。啊，最重要都講係定面啊！入面有時改得唔掂啊嘅，可能會有塞頭啦，還是過硬嘅東西彈起來，我哋有面罩都可以保護我哋嘅面嘅部分。種村嘅農民前人類幫助，就掛定嘅愛定嘅來舒服獨立，出唔會安甜。主要是不用一直蹲着，那蹲着這樣子走路的話，其實大部分的人都受不了。那有椅子就是這樣子可以推着過去的話，會比較舒適一點，比較不會那麼累。強壯嘅動作接上會做規矩，方式出嚟，出唔會就按到上會。袂使安尼箍的啊，有的人驚腰酸，就箍愈加啊，安尼都力道不一樣啊，不對啊，就是要人要手要隨着那個工具的長短而決定那個長短。年輕人來就要學這個動作的話，就基本的姿勢上要有人快速的講會比較快，要不然自己回去青龍吼飄鳥，後來變成杭椒巴。呢條案例為做事，當到農民都冇注意到，冇主也會保護好。農村戴烏目鏡啦，講社會黑暗嘛，啊，我們出門都會被笑啊，我們就要避免那個職業傷害啊，眼睛那個將來才不會青光眼白內障啊。他們都是個體農戶比較多，那他們可能會需要政府，還有包括農會的力量，要集體的力量去推廣，而不是把這些責任課諸在農民身上。那當他們發生問題之後，也沒有辦法也求助我們，就是會變成一個很惡性的循環。屏東縣政府也特別委託了國家衛生研究院，針對屏東縣農保10年來的農民疾病跟死亡原因做一個深入的研究分析。那麼國衛院也會允諾繼續擴大到全國所有的農民，就是在10年內所發生，因為這個部分是對於未來我們在研究職傷跟職業病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根據。
小治疗、整合、修复都困难之前当，伫政策做到超前之前，农民为先施救，伫运用个来保护自家，按用身体方面上高治疗，从未是系公共天体。專業集會、專業片，治療呢度係公路局、公路部為公道，下個期間農民強壯地當到風險嘅工作環境下做事，農業立國嘅推辦，面對農業大環境，忙需要安件事，應該會建立對農民下個嘅專業安全保障，還有農民上片嘅問題，怎麼一推又一推，本本很脆，農業也很難有條件，長長久久發展下去。